各位香港、澳門嘅老友，你哋好，我係你哋嘅置業顧問丹丹 Dora。2025年嘅6月22號咧就開通咗跨境支付通嘅，咁簡直係為大灣區居民量身訂造嘅金融神器。今日咧就教大家點樣去換轉呢個功能，置業睇樓、日常嘅消費、跨境嘅轉賬等等，都係可以使用到呢一個功能嘅。咁以前喺內地睇啱心水嘅樓盤咧，轉賬手續煩到爆。而家咧跨境支付通咧就直接將內地嘅網上銀行支付跨行清算呢個系統咧，同埋香港嘅轉數快咧就連埋咗啦。無論你係香港嘅朋友想落定中山嘅上盤，定係澳門嘅老細要付珠海寫字樓嘅租金，就至喐一喐，1分鐘之內就可以到賬。咁佢使用嘅方法咧都超簡單。香港朋友打開你嘅中銀香港、恒生呢啲咁嘅合作銀行嘅 Apps 啦，點轉數快，再揀內地，輸入收款人嘅手機號同埋銀行名，每日嘅上限咧就係1萬蚊港幣隨時轉。不過記得叫內地嘅朋友咧提前喺手機銀行完成手機號跨境收款呢個簽約，內地嘅朋友咧就更加方便啦。工商銀行、招商銀行等等咁嘅 Apps 咧，搜索跨境支付通，輸入香港收款人嘅手機號或者係轉數快呢個識別號，單筆咧就最多係1萬蚊人民幣嘅，港幣、人民幣隨心選。咁佢喺試點嘅期間咧，多數嘅銀行咧係免手續費嘅，例如農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全部都係免費嘅。不過要留意嘅就係，我哋喺內地轉去香港咧，係會佔用我哋每年5萬蚊美金呢個扣匯呢個額度嘅。香港朋友每日嘅上限咧係1萬蚊港幣，每年咧就係20萬嘅港幣。如果係交學費、睇病啦呢啲咁嘅正經用途咧，其實係可以申請突破呢個額度嘅。咁呢個功能咧，簡直係為大灣區生活去打造嘅。以後咧睇樓咧就唔使擔心轉賬轉唔到啦。約埋香港嘅老友過嚟中山飲茶，食完飯之後即刻可以 AA。希望今次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如果大家喺使用過程中咧有任何嘅問題或者係任何嘅疑惑，又或者大家想了解更多跨境金融同埋房產嘅資訊，隨時都可以聯繫我。記得點讚收藏呢一套視頻，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我哋下期視頻再見，拜拜。